就在果菜市场，将近200台小农摊商将伊上市的水啊，拢伊呈现。不过其实市场中的人并无多，多数摊商拢在空等，对着介绍毛真侪无奈。拢15块钱，咱买会趁钱啊，拢也了足济。小萝卜啊，你也袂好啊。外小萝卜你就无好啊，你啊规个拢伫市场，才问台湾人来买是要食偌济？销量很大，可是芒果太多，也是哦，销不完。今年芒果的产量是非常多，但不符合成本，因为什么都涨价，套袋也涨价，工钱也涨价，农药也是涨价，所以说虽然是量多，但是真的不符合成本。对此，这位参选人陈坤和议员延续7月份协办酸亚产销嘉年华，每下企业采购超过3万外斤以后，21号再次邀请这位企业界朋友直接到市场每一搭拢来交关，希望将农民辛苦生产的拢销出去。陈坤和强调，绝对不是选举年才来做秀，重视蔬果产销实行，伊每一档拢用具体有效的行动力做予政府看。这拢爱有计划，而且固定的组织呢，每一档拢爱来处理的代志，拢爱来规划的代志，袂使呢，酸野大出了后，较伊要直接急救章，我感觉安尼唔是好的所在。那袂使讲因为选举，选举呢爱关心，其实呢平常时啊就爱关心啦，平常时啊就爱关心，安尼鼓浪较袂感觉按伊个政治日本咧作秀，啊，昆下一贯的，昆下做企业经营的时阵，每一档拢伫玉井呢来买酸野，每一档嘛伫码头买文旦，所以呢，昆下是做议员呢继续延续。陈坤和伫议员周义市陪同行过一搭搁一搭，伊表示乃当顺利进入国会，将尽上大力量，要求政府负起责任，解决长期各种蔬果产销实行的难关。台湾新闻军事采访报道。